先天性腦積水咧，依家西醫嘅治療方法就係做人流手術。首先講腦積水係咩含義咧？簡單啲理解就係個腦入邊嗰種腦脊液留喺度多咗，積噶嘛，積就係積債咁嘅意思，積喺度多咗。好似個地面有積水，就係知道個地面有一灘水喺度。腦積水就係個水就唔係我哋自然界啲水，其實係腦脊液。腦脊液係入邊含有豐富嘅營養物質喺度。現在西醫點治療咧？個主要治療措施就係做引流術，就係用一條引流管插入個腦嗰度，就將嗰啲腦脊液引落嗰個腹腔嗰度。咁佢引幾多咧？佢依家嘅技術係可以一定嘅調控嘅，即係引流量幾大嘅調控。其實相當於就係分流，即係正常嗰啲腦脊液從個側腦室嗰度到第三腦室、第四腦室到個脊髓，即係由個腦入面一直嘅通落嚟個脊髓下邊。佢一條循環路線，你可以理解為一條循環路線。依家咧，等於係喺旁邊開咗條支流，佢流咗落去就到一個腹腔，佢就唔能夠喺個腦入邊再流轉啦。佢個治療措施係咁樣。我依家嘅治療措施，我就係食口服藥，我唔需要做手術。呢個就個重大區別。咁個治療效果咧，個差異喺邊度咧？點解依家即係常規嘅呢種西醫嘅引流術治療嘅效果唔夠理想咧？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就係你呢啲腦脊液係營養液嚟嘅，個腦細胞咧就係泡喺呢啲營養液入邊。你可以理解為好似一個盤入邊裝滿水，入邊就泡嗰啲細胞喺度咁，係一個咁嘅概念。咁你啲腦脊液一分流咗部分，細胞得到嘅營養咪唔夠咯。這原本不就是多嗎？多係因為佢流轉嘅速度慢，並唔係個總數量過多。即係好似馬路上嗰啲車要運輸啲物資，佢本嚟需要1萬台車先至夠，但係條路唔夠闊，塞車。咁你依家為咗解決佢唔塞車，理論上有2種方法，一種就擴寬條路，一種咧減少個車輛。1萬台車唔好1萬啦，要100台車，掉咗去邊度啦？咁變咗佢車少咗咧，最終能夠運嘅物資去終點站咪少咗咯。咁但係佢解決咗塞車嘅問題。解決咗塞車問題，但係佢唔能夠解決供應嘅物資足夠嘅問題。咁人流就等於佢入邊個積液就消除咗啦，但係呢個神經系統、中樞神經系統需要嘅呢啲營養物質就變咗唔夠。佢呢個冇辦法解決。還有一個冇辦法解決係乜咧？其實呢個頭先講嘅最主要嘅，你還有另一個。個人嘅腦脊液嘅生成，佢唔係成日勻速噶嘛。佢會有時多有時少，佢會根據個生理需要，可能佢會呢個時候分泌多啲，個時候少啲。但係你嗰個人流泵係固定嘅，即係你雖然可以調，但係佢唔係時時分分秒秒嚟調。你要理解呢個，唔係時時刻刻秒。但係人嘅生理佢係好快嗰種調㗎，即係你係可以用毫秒嘅單位嚟計嘅。咁但係你固定嘅人流嗰度，咁啊，即係佢造成嘅效果就會比你想象中壞啲嚴重啲。即係舉翻頭先嗰個例咁，佢塞車，我將呢100台車引佢行另一條路仔去咗第二度啦咁。但係其實咪係少到塞車咁嘛。但係你引咗佢咧，唔塞車嘅時候，你一樣會引你嗰啲車去啫。咁呢個咪更加嚴重啦。所以佢嘅治療效果，我哋其實如果打類比嘅就係，我哋係個措施係將條路擴寬。佢呢條路呢段窄咗，造成塞車，我就擴寬翻佢。等佢唔塞車，所以呢度需要1萬台車喺度運輸嘅，我治療之後還係1萬台，而且唔塞車。依家嘅人流術咧就係佢做完之後唔塞車，但係佢參與運輸嘅車輛少咗。為什麼這個會說你讓它拓寬，它又能拓寬？呢個係涉及我哋嘅理論，因為我個理論咧認為個腦入邊係個陽嘅內核，個腦入邊嗰啲積液唔能夠正常運行咧，係入邊有寒嘅因素喺度。我哋嘅藥係可以消除嗰個寒嘅因素，所以佢就可以解決到。即係呢個係我哋嘅理論同埋我哋嘅技術。咁你好似舉頭先嘅例咁，你嗰啲車多咗，如果你冇嗰種擴寬路嗰種工程隊嚟，咁你冇辦法做嘅啫。我哋咪依家有咯。
如果再講深少少就可以理解，啲水咧佢一定要氣化，仲係要陽足夠佢先氣化。氧化氣呢個詞，氧化氣好似啲水咁，佢放喺度，你加熱煲佢咪變成水蒸氣，水蒸氣佢嘅流動性咪會更好。咁我哋可以做到呢樣，使佢嘅流動性更好。還有咧，我哋理解其實佢嗰個綠色水佢還有一個因素，即係除咗頭先嗰個因素，還有一個因素咧，係佢有一部分嘅有害物質沉積喺嗰條通路入邊，即係好似條馬路入邊有啲石頭喺度。有啲大石頭喺度塞住個路，咁啲車咪流量自然慢㗎啦。咁我哋有能力將嗰啲石頭搬走佢，咪又暢通咗咯。呢兩個措施我係有嘅。那您之前的治療案例，它的過程是怎樣？因為您說17天是它的黃金窗口期，這個是怎麼理解？啱先講咗嗰兩個原理，一個咧就係增加個腦入邊嘅氧，所以佢化氣，使佢嘅流動性更好。呢一個措施，還一個措施咧，就係使沉積喺嗰個通路入邊嗰啲有害物質清除，使佢嘅通路更加暢通。呢兩個措施咧，對於頭先講嘅第一個措施咧，個細路仔出生早期用嘅醫，還係後期醫，還係佢10歲嘅醫，第一個都 OK 嘅，都可以做，都會使佢提升嘅，即係提升入邊嘅氧氣都可以嘅。但係對第一項咧，清除嘅有害物質嗰個通路嗰個就有唔同啦。而且呢個唔同咧，差異非常大。個原因係乜嘢咧？按照依家西醫嘅研究成果，個人入邊嘅結構，個腦嘅結構咧有層，你可以理解為就係一層膜。咁佢係叫做腦屏障。而呢層腦屏障咧，佢本身生成嘅目的就係為咗保護個腦，保護中樞神經系統。其實唔僅僅腦，包括脊髓。呢個中樞神經系統呢啲細胞咧，佢係好脆弱嘅，好似一支軍隊嘅司令部，其實係最脆弱。你俾啲特務摸上去就衰㗎啦。咁個腦一樣，如果俾啲病毒啲細菌揸入去，就好成問題，因為佢本身自我嗰啲腦細胞嘅自我防護能力係比較差，而入邊嘅免疫能力比較弱，就好似你司令部嗰頭，佢冇，佢比較少個部隊喺度保護佢，啲部隊喺外圍啊嘛。咁所以呢個生理上咧，佢生成係需要特別保護佢。咁特別保護佢係點保護咧？佢就生層膜，呢層膜咧個通透性就相對係特別少，使啲有害物質就唔容易穿過去接觸到啲腦細胞。即係控制啲講就係啲物質要穿過嗰層膜係難啲嘅。好就會造成一個咩效果咧？呢層膜存在，佢造成喺個膜內嘅易入嘅有害物質就難以穿透嗰層膜走出膜外。就好似一個城市，我哋一句話嗬，堡壘係最容易喺邊度？內部攻破，係呢個咁。即係其實個堡壘咧，佢係本身對外係一種防護作用。而嗰啲有害物質走咗入去，啲壞蛋走咗入去，喺入邊搞破壞係容易嘅。所以呢個堡壘，呢個外邊呢個城牆，呢個就非常有價值嘅保護。但係咧，換個角度講咧，對於有害嘅物質，個壞蛋走咗入去，你要清除佢就更加之難。咁西醫嘅研究成果咧，佢又一樣研究出嚟咧，就話一細路仔70嘅時候，其實呢層膜嘅腦屏障係未形成嘅，佢要大17日先形成。嗰個未形成之前，我哋用藥物去將已經喺佢出生之前，喺個娘胎嗰陣時已經進入咗腦嗰啲有害物質，即係頭先講會阻塞嗰個腦脊液嘅通道嗰啲有害物質要清除，就相對容易。嗰啲物質係容易被人嚟出嚟。過咗17日，佢嗰層膜生成啦，你再清佢就難。我自己嘅之前醫嗰啲依賴咧就係咁，17日之前你治療1日嘅效果，可能你以後治療1年都達唔到。差異非常之大，所以咧，你嗰個17日咧係治療嘅窗口期，就係咁嘅概念啦。所以萬一有呢種病，一定要揸住呢個窗口期，一出晒就去醫，過咗呢個期以後就醫，同樣有效果，但係慢好多，個區別喺呢度啦。那現在人他得咗這種病之後，他很多會有一個選擇困難症。因為即使是他去了解網上搜什麼這種
西医也会講，這種引流術可能會有一定風險，但目前比較可靠的治療。但是客人沒聽過我們這種，而選擇怎麼相信我們？呢個唔難嘅，一個唔難。第二呢，對我哋公司嚟講，就係宣傳推廣部門嘅責任，就將呢種技術真真實實去講俾人聽。咁如果嗰啲人聽咗呢，佢覺得要選擇唔難，因為好快見效。如果係17日內食1日2日，一定會有明顯嘅效果。咁佢要選擇，譬如佢介入，我選擇要做嗰個引流手術，你都唔在乎遲2日嘅話，所以呢個其實唔難，關鍵就係佢哋知道有呢種技術，有呢個條件嚟嘗試。佢即使係半信半疑都唔緊要，甚至3成信7成懷疑都唔緊要，甚至1成信9成懷疑都唔緊要，因為係非常容易驗證，一食藥就知啦。如果係哺乳期嘅用無藥嘅藥嘅細路仔，直接就俾母親食就得㗎啦。個藥食嘅母親餵正常嘅哺乳就 OK 啦，就會效果出嚟。所以呢個驗證係唔難嘅，關鍵你講俾佢聽，佢知道有呢個信息。咁呢個咪就係你宣傳推廣嘅個職責範圍咯。呢個唔需要卡大。所以現在或者不是說中國，也不是說國際社會上治療這種先天性腦積水。你未先講嗰個，我再講一下嗰個點樣食咗藥，佢點樣佢知道會驗證。因為先天性腦積水咧，其實即係你唔使借助儀器，即係儀器就一般依家係照 B 超啦、核磁共振啦，就會檢到個腦入邊啲水多。咁尤其核磁共振呢個會比較清晰嘅。咁但係你普通你屋企唔一定有時時去檢，咁但係你可以就觀察得到，因為先天性腦積水咧，佢有3個症狀係形成一個叫做可以理解為叫做綜合症嚇。第一個頭圍比正常嘅兒童大，而且佢增長得快。佢唔單止出世嘅時候就比人哋大，而且佢增加嘅速度又比人快。咁呢個就頭圍一個指標。咁你呢個就睇到啦。如果你話再唔睇，你就自己攞筆尺度佢得㗎啦。咁呢個係比較容易做到。第二，佢話係個症狀係睡眠唔好嘅，佢好難入睡，佢可能成日喺度唔舒服，喺度喊就瞓唔着。呢個係第二個症狀。第3個症狀咧係便秘，大便就屙唔出。呢3個症狀咧都可以喺屋企嘅條件下觀察得到㗎嘛。佢瞓唔到，咁一食咗藥，個 BB 就瞓到啦。呢個好容易，已經有便秘3日都未大便啦，咁一食藥就會自主大便啦。呢個又好容易觀察到，所以呢個頭先講嘅，佢1成信9成懷疑都唔緊要，佢只要一用藥幾日，佢就會知道呢個其實得唔得，而且可以講你唔使去醫院再檢都知道得唔得啦。呢個症狀睇就睇到，尤其係呢個瞓覺同埋便秘呢個係好快就會見到效果出嚟。好，你繼續問其他。現在國際社會或者是國內的治療這種先天性腦積水，除了西醫之外，他們選擇有沒有其他方式效果比較理想的？如果話傳統中醫嗰種治療效果，其實就不及西醫。冇更好嘅治療方法。其實你想象就知啦。如果係傳統中醫，呢個有效果，冇話好過西醫咧，同佢差唔多，咁你中醫就食藥，咁你差唔多話去做手術，因為西醫嘅治療之後做人流手術。咁你如果一個唔使做人流手術，佢已經係達到做人流手術嘅紅燈效果，咁你都唔會選擇嗰個做手術啦。